欢迎这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彼此来祝上帝稳定教育你用。啊，你边仔讲，上帝稳定教育你用，上帝的恩典够用哦。咱做伙徛起来，咱要来研究诗歌。上帝的囝用听包围你，上帝的囝要用伊诚实，甲伊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互你满足。主耶稣，做伙来献上咱感谢，承认咱的软弱，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要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衣，要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愿就得着救，咱做伙跪声来感谢上帝安怎拯救你，安怎保护你，
安怎所以伫困境的中间，有愿互你有吞忍，互你有气力去面对你的人生的道路。承认咱的软弱亏欠，咱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阮的活命在伫你，阮的气力在伫你，阮的望在伫你。伫顺境时，你继续引带阮，无偏离你的稳定的道路；伫逆境的时，你互阮有够样的气力，来帮助阮伫软弱中间得到勇壮，伫迷失的中间引带阮倒转来。主，阮感谢你。阮会当喘气，阮会通啉食，拢在伫你。愿主你赐福气互阮，互阮会通对你搁较认慢，会通将一切荣耀归伫你。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用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主的话，咱做来宣告讲：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在你的道路，万国中在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咱做伙为着咱的国家吼，咱即马欠啥？欠水啦吼。咱若无祈祷吼，就会影响咱吼，连咪都爱限水吼。咱若为着咱的总统文武百官吼，伊伫遐咧。迎妈祖吼，我知影通去敬拜吼，真我的上帝。咱也为着对方常常逐工吼，拢派飞机来甲咱搅扰。咱求上帝来帮助，只有伊会通真做咱的保护。美国、日本、其他无法度真做咱永久的保护，只有咱的上帝吼。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咱所欠缺的吼，咱这疫情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求主的保护，甲咱三个同在。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靠你神保作证，就你通体会你的保护，你才来保护，保护台湾，脱离伫遮的强权的搅扰、恐吓，就你会当保护看顾阮，脱离伫迄个看袂到遮的瘟疫。愿主你来引带阮，互阮伫缺陷中间，你是阮的牧者，愿无欠缺，保守阮。哈利路亚！主耶和华，你是阮的牧者，所以阮无欠缺。你引带阮会当伫生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主啊，想使阮伫欠缺中间，赐落你稳定的雨充满。可着人的气力无法度伫遮来改变这大自然，只有你，若你肯，你就通将这稳定的雨收束。主啊，阮看见阮看会到、看袂到的遮个搅扰、遮个威胁，中国的强权每一工在搅扰、在恐吓，只有你会通帮助你的百姓台湾脱离伫迄个威胁的中间。也互阮面对着这疫情，阮犹原有主你的保护看顾。你继续引带阮的国家，会当伫世界中间，会当成做福气，成做祝福搁较侪人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的心灵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我必须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伊的老母甲伊号名我必须，
就是讲我生伊是真艰苦。阿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为看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予我无抵忧闷。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伫迄个痛苦中，阿比斯伊安怎伫遮来呼求上帝？上帝就赐福伊，互咱会通透过无共款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咱会通伫遮来祈祷。你若伫即几方面心灵、婚姻、感情、产业、事业、工作、学业，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如果你若有迄个需要，你会通徛起来，才会同工会为着恁伫遮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徛起来祈祷，也是坐咧，伫你的需要的顶面，换手，咱做伙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徛起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你名是至圣，你是稳定的主，你是医治的主。愿主你以你原灵充满帮赞，或者会开导了会恢复，或者会姊妹因伫迄个病痛、伫感情的束缚的中间，主你有缘看顾因甲因三个同在。主啊，你是的主，因的好处无在地你以外。主啊，恳求你，看顾因，互因会通伫遮伫黑暗的中间，就看见你的光。哈利路亚，主，愿奉你的名三角主旨。愿主，你降落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祝福，愿三个地体。阮就会在病痛的中间，因着甲生命在征战的中间，愿恳求你就保护看顾因。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阮面对死无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阮伫地。你用你的推你的管来安慰阮，甚至面对亲爱的死时，你也继续用你的安慰来扶持。帮助阮伫欠缺中间得到你的补助，伫无平安中间，你会对阮讲愿恁平安。伫阮毋知要安怎行头前的路程，你指阮行一条新过活的路。愿主所赐予阮心身的勇行，灵魂体形成，继续经历，无论是顺境逆境，你拢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咱的主的今仔日所有的单位咱来祈祷。主的话安尼讲：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赏赐去那叫你的人。耶和华，求你暗耳孔听我的祈祷，就听我恳求的声。所以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咱恳求上帝甲咱三个同在。保守咱甲伊有好的关系，求主来降落雨水脱离即个靠岸，今仔日的即个各单位的筹备会研究小组阁有上大校务会等等咱拢恳求上帝透过即个活动，就是要互人拄着上帝，传道部的事工另外透过传道部的计划。帮赞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遮做伙来参与，咱做伙起立，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遮的需要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你是可爱主，可爱大官员要充满伫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靠着主你的名伫逐所在来宣扬主你的福音，靠着主你所予阮的困难，阮通面对这个世代需要来回应这个世代。愿主你来收恩所，伫阮中间帮助阮，可能来经历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你的权能。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阮将教会今仔日对头到尾所有的即礼拜的所有的时间，拢交伫主你手中，你家己来引导来带领。各位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将各位能力充满伫你的教会，你也赏赐互你的教会有你属天的权柄。靠着你的权柄，互阮会通对这个所在，一直到阮所徛起的社区，阮的亲人朋友中间，诚做你施恩赐福的管道。阮透过做这组织活动，不过就是要互阮搁较认捌你，领受你的恩典，也诚做你
束缚世间人的一个出口。愿主你搁一遍来唤起阮对你的认捌的心，也阮会通得到你所还加天的快乐，阮凡事拢会。阮也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在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论到耶和华，我要讲，伊是我得闪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靠的。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伊。请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耶和华上帝是咱的救恩，咱的盾牌，咱的心因为伊的拯救来快乐。耶和华是咱得闪的所在，因为伊咧吩咐伊的使者伫咱所行的路上来一切保护咱。阿门。这是咱来唱歌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大声欢呼唱歌，称颂我的名，大声宣扬了，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各国的宣扬了，哈利路亚，来到主。哈利路亚！感谢咱用掌声从一切荣耀而乐，拢归乎咱的上帝。请坐，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是未来，有权能的，是官是亲，也是逐项受造的物，拢袂过长上帝的疼，就是伫咱心内上帝的疼。
听我做宝贝，毋茫茫山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甘甜也开我，无论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归到到永远，坚持不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悲，又怎搁惊惊？最最困巴人担，我袂空记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茫茫山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归到永远，坚持不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归到永远，坚持不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感谢主的听，咱就要静静听，全部听候上帝，因为咱的愿望是对伊来。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愿若听候伊的，咱拢总有福气。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好作前，红地里面稳定甲我言，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点的歌，伊安睡，称赞伊是是，你才是我落伊的主啊，只有伊是我的祝福，我的拯救，我的款待，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的，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等的歌，伊安睡，称赞伊心事，你才是我落伊的主啊，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
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米等的歌，伫暗水称赞的信息，伊早是学落去的主啊，只有伊是我的救我，我的拯救，我的关怀，伊面前我的引水，我的梦想是对伊来，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米等的歌，伊暗时称赞伊信息，伊早是学落去的主啊。主愿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信息，你是公义的，你是主爱。当阮若喙承认阮的罪，你要赦免阮的一切不义。主啊，阮感谢你，每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俄罗敬拜，阮欢迎你的宝座设立伫这个所在。你的同在，透过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互阮得到自由，互阮得到安慰，互阮得到医治，互阮得到看见光，互阮知安怎继续行伫主你的稳定的道路，无偏左，无偏右。愿主赐阮伫礼拜中间，甲你会面，甲你相拄，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行伫主你伫阮生命中的准绳。愿伫礼拜中间，恳求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引导阮，坚固阮的信心，直到见主的面。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唱信息201首，上主做我记号牧者，请咱起立吟全首。
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显明伫天，伫全地。阮用敬畏的心来向你拍拜。你是天甲地的主，万有的上帝。你的作为奇妙宽容，见若试就知主是慈善是好，无一项通甲你比。万事搁照你的时，诚做美妙。感谢爸上帝，你有无限的恩典慈爱，互阮无论伫任何时阵，拢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为着要受灵敏，也得着恩典，做一时的帮赞。感谢主，每一时每一刻的陪伴甲同在。搁感谢你伫基督内面赏赐互阮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互阮有活的愿望。愿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得着呵乐。主啊，求你除去囝儿暗自的过失，求你阻止阮无故意的犯罪。阮得罪你也伤害人。求你赦免阮的骄傲自尊，家己看做义的态度。不准迄个罪恶管辖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我会照盘接受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着接纳，互阮手清气、心清洁，存无怨负假的心。阮是要找耶和华的族类。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你中间的，拢属耶和华。你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阮开喙向你来恳求，为着教会传道部的福音事工大道，虽罔因为疫情暂停，但是阮的心犹原伫意，要将福音传播即个好消息。求主圣神运行伫世间的顶面，互阮有信心，独我靠圣神的权能，甲上帝的听互人。逐组的事工照计划进行，锻炼教会甲圣神同工，互阮有勇壮健康的心灵，喜乐亨通的灵魂体。愿主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大有快乐的名求，阿门。求主的名，仰望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16篇，诗篇57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预定秘伫你实果的地印下。殿后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坐声。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息。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亲像狮两胆要吞食人。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因的指亲像来的刀。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荣光显照全地。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要互我屈服。伫我的面前开坎坑。我伫颠倒活路迄内面。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要吟诗，我要唱歌称赞。我的心啊，着醒起来。琴啊，色啊，着醒起来。坐声，我要甲天叫起。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热风中唱歌称赞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心若穹苍遐尼宽。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荣光显照全地。
即时咱要请新营牧区第3区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华语的诗歌《云上太阳》。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旧约圣经诗篇第91篇第1节到16节，和合本圣经是记载伫666页，其他的版本请看音幕。诗篇第91篇第1节到16节，踮伫至悬的稳密的所在的，迄个人要徛起伫全能者的应允的。论到耶和华，我要讲，伊是我躲闪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因为伊要救你脱离长照我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伊要用伊的实骨压你，你要立伫伊的实下。伊的诚实是大水的盾牌。你毋免惊民间的惊吓，也是日时得飞的箭。
也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伫中道袂无人的毒症。有千人跌落去伫你的身边，有万人跌落去伫你的正边，这也袂瓦困你。不过你会亲目看见，也看见歹人受报应，因为耶和华你是我刀闪的所在，你捌用至悬的做你徛起的所在。第10节，就灾害袂到伫你，瘟疫也袂瓦困你的布边，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一切的路保护你。因要用手扶你，免伫你的骹踏着石。你要踏狮甲毒蛇，落狮仔豚甲大尾蛇，因为伊真疼我，我就要救伊。因为伊是我的名，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伊求救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伫地。我要救伊，互伊尊贵。我要用长火烧，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以上，即时咱要请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全能者的应下。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愿你帮助阮，互阮通不断经历你的保护，出入拢有你的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请咱注意咱的手机啊，是毋是有关静音嘛？吼，嘛有人讲，牧师你伫顶悬咧讲下骹，嘛有人咧讲。所以请咱如果咱会通注意听，你会通伫遮来互相提醒。最近咱知影台湾上大的庙宇的活动，就是所谓3月的小妈祖还是讲迎妈祖。台湾民间的一个想法，这听再小声一点。台湾民间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生好亲像苦海，对无？耶稣嘛讲，伫世上有苦难，伫我有平安。所以共款，知影讲伫即个世上一般讲人生若苦海，所以伫苦海中间，就需要有一位引带你，好亲像护卫你厨房的即位救主。一般通俗的佛教，因会认为是观世音菩萨，也是古早伫台湾海峡底守护的即个所谓妈祖婆。那安尼台湾民间的善男信女，面对着现实的即个心态，就是讲，啥物人会通保护我，我就认伊做即个救主。所以伫台湾海峡，因为过去一寡先民，因会对闽南，也是即个大陆的所在，那伫遐来坐帮船，搁来伫台湾即个迄个所在咧开垦吼。最近咱看即个妈祖到底互咱真正是佗一个通帮衬吼？是大甲妈，还是白沙屯，也是北港的朝天宫？搁有佗一间新港的妈祖婆，到底佗一间是真诶呢？伫遐抢来抢去，所以咱看起即个新闻，互咱知影讲，因为原来先民对中国遐要移民来到台湾，要经过台湾海峡，若南部对龙眼门遐爱经过啥物沟？乌水沟啊！船无遐好啦，船可能较细只安尼哦，所以因要经过台湾海峡，要经过即个乌水沟的时，爱面对啥？面对一寡遮的风险，所以有真侪遮的灾难、海难。所以迄个时阵，就伫迄个传说的中间，即个妈祖伊伫遐好亲像诚做因的救苦救难，渡过即个难关的一个守护神。安尼。咱看伊讲，自细汉阮是伫民间宗教信仰大汉所以迄个连续剧拢会影响，像咧甲你毒害安尼是吧？讲千里眼顺风耳，跟随妈祖的身边。迄个有一首歌你知无？
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即个妈祖需要有千里眼来帮助伊看较远，然后佫有顺风耳帮助伊来听。若安尼，即位神家，即位妈祖，伊目睭会当看偌远，伊的耳孔会通听偌济。所以这是因为有即个缘故，所以对遮个先民要移民来台湾，经过台湾海峡乌水沟，所以需要有一个好亲像救苦救难的生命伫来帮衬。这嘛是台湾即个妈祖的信仰一个香火真旺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按照原来妈祖伊原来是宋代的一位讲巫师啦、女巫啦巫师，所以伫迄个福建的湄洲市湄洲伊原始的神家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所册封的神明若毋是讲当时的帝王伫遐来册封叫做天上圣庙，伊只不过是迄个地方一个小小的神家。近来咱看透过一寡遮个媒体的炒作，媒体的炒作，所以咱有看伊讲安怎，即做甲创造好亲像国际性的即个宗教活动。咱来看讲遮个人，真侪人，咱袂当否认，真侪人伫遐伫游行、伫绕境、伫踅境。遮个人到底背后是有啥物款的一个心态？是真正虔诚伫遐敬拜，抑是带了真侪遮个商业的机会，也是人都安尼做，我对你安尼拜，是跟风，是对流行，也是背后有迄款的政治甲宗教的一个结合，伫遐咧控制迄个地方的一个势力。咱来看即段影片。妈祖銮轿上午前往云林北港朝天宫，总统蔡英文、还有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内政部长徐国勇，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都前往接驾。白沙屯妈祖信众非常的多，这也把宫庙前后挤得水泄不通。白沙屯妈祖銮轿一早走到云林北港，上万名信徒跟着进香队伍将马路挤到水泄不通。銮轿要前往北港朝天宫，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内政做一个老师，高知识分子，但是摕到即个准考证，摕到遮个学生的名单，要来找妈祖，伫遮来讨智慧，也是对啊对。拄仔牧师咧讲伊敢才是过去伫迄个地方是一个守护被认为守护迄个灾难的一个神明，当时演变做讲要考试也来找伊。伊敢有文昌笔，毋是找文昌帝君吗？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咧反省遮活动的时阵，真侪人对即个信仰有清楚无？就像阮细汉时，阮无清楚的时阵，就是跪伫迄个所在，软脚骹，互迄个脚对头壳顶安尼滚过，感觉讲会通有像咧灌顶迄款的充满安尼。这是对咱的信仰在提醒，俗话讲真神假拜，假神安怎真拜啊？有人在反省你我的信仰对这位上帝是毋是有真清楚的一个认捌？若无，咱嘛是亲像安尼对拜。除非你家己对这个上帝的认捌，就亲像拄仔讲，遮医生嘛来找这个妈祖，老师嘛来找这个妈祖。好亲像伊是一个专业的，不如根据妈祖的后代讲，阮着拢信耶稣啊。阮的祖先只不过是一个，互人看做哪像个医生，一个有小可有医术安尼，你毋通搁甲拜啊。伫伊后代咧做见证的中间，只有咧对世间人讲，毋通搁拜啊。今仔日咱对咱的上帝，咱有偌济认捌，对吧？兄弟姊妹。你对上帝的认捌有偌济？这是影响着你对伊的经历。你经历偌济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见证，
感谢主，咱看伫迄个富春长老吼，啊区长吼，今仔区县市伊出现伫咱中间吼，咱拍鼓啊鼓励者。这是种伫上帝应允的下面，咱要安怎伫遮来看见上帝安怎，互咱会当伫遮来经历。总是如果咱若对上帝的认捌是无知、毋知影的，那安尼，咱可能就亲像圣经内底所写的讲，咱可能陷入伫迄个长照人的落网，迄个网仔内底。我会记细汉。阮因为住伫南部的庄骹，然后搬厝，因为信仰的关系，搬厝来到伫佛光山吼的边仔，借住别人的厝，阮的外公阿舅因就住伫山内，拢做是几啊家的这个山坪，有种真侪这水果，迄是我囡仔时代真水的一个回忆。要食啥物水果，爬去树仔顶挽就有；要食啥物野味，去溪仔边，去迄个山顶。会记阿公阿舅因拢会伫遐长鸟啊，有真大片的即个网仔，真幼，你远看无。所以鸟若毋知，就是安尼撞落就掉伫顶悬，阮就足欢喜，因为遐拢要诚做盘来下啥野味。所以细汉食真侪遮个山顶野味。嘛阿舅阿公会教阮讲，你安怎去下即个陷阱，迄个长鸟的吼，我竹仔甲拗落来，然后做一个模字形吼，迄个线安怎甲箍，然后当迄个鸟啊，迄个动物搭着的时阵，伊就会掉伫顶悬。永康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有了哈。他可能直接用打的哈，所以迄是真趣味的代志，总是对遮个鸟仔来讲，对遮个动物来讲，伊是安怎？毋知头前有遐陷阱，所以飞啊撞啊就掉的啦，最后就是无性命。来做咱的五脏六腑，咱对上帝知偌济，嘛是影响咱甲伊的关系。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即段圣经，还佫透过罗马人书的第1章的第28节，咱做伙来读来。因既然毋肯遵上帝伫因的心思，上帝交付因伫不中用的心，行毋合宜的事。你若知毋知无知，到底咱对遮个像阮过去细汉的时阵，迄款的信仰共款。毋知的时阵，你着黑白拜啊！人上大的罪是因为伫上帝面头前无认伊做上帝，无认伊做上帝，就凊彩黑白拜。拜啥物？拜遮个通拖，拜遮个人。妈祖是毋是人？关公是毋是人？佫有拜啥？拜义犬，18王公内底其中一个就是啥？狗仔嘛。印度人拜啥？拜牛。这个动物是上帝交付互人，互人管理。但是人毋捌上帝的时阵，就心思掠做聪明，但是伫上帝的目睭来看做是愚妄。关公过去杀真侪人，伊是武将，伊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总是伊最后嘛是互杀死。无亲像耶稣的国话，动物还佫有人拜啥？拜狗啊！为什么要拜狗？因为跋筊人拜狗72遍，对输变赢。拜猪公，拜猪八戒，你袂使讲猪八戒叫做天蓬天蓬元帅，天蓬元帅，这啥物人咧拜？特种行业，你袂使讲8大场所，因为咱属于8大场所。8种的行业，这特种的行业。顶回我捌分享过，讲阮咧读宗教学的时阵，佫有迄
老师教阮有迄个口诀啦吼。讲伫种行业，遮个哦，即摆无分查甫嘛有男的啊吼。讲秀秀牙，骹翘翘，面摇摇，宝贝大滴来进调，来空空气旺旺，腰肚水在我梦。这意思就是讲，迄个腰肚就是过去拢咧囥钱的所在啦吼。啊，遮个着种行业的人员，伊会伫遮，伊嘛有伊的祈祷呢，讲宝贝遮个大滴就是遮个滴哥吼，来进调，来交关。互阮生意较好诶，啊一张着对伊诶即个腰肚遮吼，迄个裤底啊，迄个暗地伫遐一张甲抽来安尼。人你也看思想若黑暗，然后就影响着敬拜诶迄个方式。所以今仔咱看有真侪遮无合理诶敬拜吼，头一个抢银行诶叫做啥物名？哦，恁拢会记咧吼。你知影即摆有人咧拜李斯科无？啊，嘛有咧拜二叉廖添丁对吧？你若去捌你有真侪上公王爷等等遮无所不拜。所以咱看伊石头较奇怪，就石头公；树啊较奇怪，就会变神木。阿里山迄丛神木倒伫遐。因为即摆咱看。罗马书第1章内底，就是咧提醒咱人若无认捌上帝吼，迄个无知的心，互人面对真侪遮会行无合理的事、不中用的事，拄啊迄段的经文就咧提醒咱。那安尼，咱看伊就会伫遐影响咱无将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神。迄个礼拜中间，你知影无？礼拜中间。过去的巴勒宗教就牵涉到感情甲性即个关系。如果你若无真清楚，你就用民间迄款的方式。我新庄咧牧会时，捌有一场的即个婚宴的中间，结婚伫厝头前搭即个布棚，然后伫遐请人客，就有搭舞台，佫有请遐个歌舞团来。遐歌舞团的拢会穿甲较清凉安尼啦吼。所以，阮坐伫台下下骹的第一道啊，甲牧师娘甲一寡长辈，要看毋是，毋看毋是安尼。到尾啊，食无到一半，我若行啦来走安尼吼。伊遐会因为安尼迄个宗教的方式影响着咱甲即位神，也是讲甲人的关系，所以迄个。圣经就甲咱讲，有感情甲性的对立，男女将伊的顺性变做逆性，然后呢，就影响到道德败坏。互咱看伊即摆世代囡仔孙啊，讨无钱着安怎？刣伤害。所以伫遮咱有看伊真侪遮社会问题，就因为安尼。这个拢是因为讲对上帝无认捌、无知，然后引起到最后，咱看最近总统在咧讲，我一定要改革啥物？恁拢无看电视新闻哦？改革对一个单位，台铁嘛，载体啊，太鲁阁这个事件，你知影背后有真侪遮，也种真侪遮个单位背后受真侪遮个。利益的挂钩，也是讲迄个强犯的结果。你若去看罗马书内底，就讲因为无知对上帝无认捌，就开始黑白拜，然后伫迄个敬拜关系带来迄个道德的败坏、感情的对立，然后一体性的一个即个犯罪的对立。所以咱来看伊讲，因为安尼，圣经第1章的罗马人书第1章29节，咱做来读来，充满拢总的不义、歹待、贪心、恶毒、满满的怨妒、形象、三枝、奸诈、臭心胸。其中我说要甲咱伫遮来分享即个怨妒今仔日特别在讲这怨妒是。可能有当时咱无注意，会影响你我。咱来讲啥物叫做怨妒？特别咱若看人开咱比咱的车较好的，对无？遐有啥？开一台迄个套房伫路仔咧走，
开个面子的美玲的老母吼，BMW 啦吼，啊其他的哪有啥？啊其实心内哦，迄若我开嘛袂歹。啊，佫有看其他安怎？啊，我的头毛亲像摩西，啊人的头毛亲像参孙，因为参孙足侪毛嘛。啊摩西安怎？头毛细细，哦，叫摩西。啊，就想讲，咱会无爱将我身躯骹手的毛啊发伫头壳顶，啊，就发伫身躯顶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咱会伫迄个情感上，咱会看讲，别人比我较好。这女性就讲，有人生甲迄个该扑的扑，该洗的洗安尼吼。啊，咱家己吼，拿水桶，也是拿安怎，咱家己去。好亲像看别人的好，看别人搞，所以忽略伫啥？忽略伫家己上帝伫你的身上所藏的好。咱知影看讲上帝伫别人身上所藏的好，然后无看见讲上帝对我嘛袂歹，伫我身上所藏的是遐尔好，所以忽略，其实伫上帝眼中，咱是真古锥的，咱是可爱。总是有当时，咱所看见别人，迄个比咱较好的，所以开始心就有即款的怨妒。检在两个单身的女性，因真感情真好，好亲像闺蜜安尼。总是一旦另外一个若开始交男朋友，迄个慢慢的疏远。有一天甲伊讲，你也看我的结婚手指，订婚手指是全少的。另外一个感觉讲，伊好亲像愈来愈互伊疏远，然后心就有迄款的不平。你知影迄个怨妒就会引起，互咱伫咱心内有真侪遮个怨叹、怨恨，咱做来读来。恁心内若藏恶毒的怨妒甲三字，就无伫开口，无伫白菜来逆真理。即号智慧，毋是对顶面来的，是属伫做，属伫血气属。因为伫什物所在有怨妒甲三字，就伫遐有扰乱甲一切。咱若感觉讲这怨妒，无我拄安尼尔，也无偌严重啊吼。若安尼你就错误。咱来看圣经内底有真侪遮因为怨妒所产生家庭的危机，兄弟的相杀，对该阮怨妒阿伯，对吧？是安怎上帝看你的祭物较好，看我的祭物无上目，操心胸怨妒就出来啊，对无？然后想，然后就刣，这是人类的第一遍的凶杀案。的记载，咱看伊拉结怨妒利亚，因为拄仔开始伊袂生，后来咱看伊利亚也怨妒拉结，这造成即个家庭迄个婚姻的一个安怎，一个纷争，拢是因为怨妒。早起有一个姊妹讲，牧师你无讲到迄个撒拉甲夏甲，我讲袂了啦吼。有真侪遮内底，你像约瑟阿兄怨妒这约瑟吼。所以咱看伊伊穿水水，然后迄个讨厌来啊，伊拢会点。所以咱捌听个故事约瑟的彩衣对无？约瑟雅各甲伊做迄领真水的衫裤。真水的衫，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遮个兄哥目孔赤，一个想法就是安怎，甲刣互死，加在兄哥讲安怎，卖啦，无甲推的，然后甲等伫坑内底，然后安怎，甲爬去埃及。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后来咱知影上帝互迄个苦境、迄个困境变成做一个真水的未来。即摆咱看讲，这约瑟伫伊生命中间，可能伫伊讲话无斟酌的时阵，就引起遮兄哥的怨妒。老爸拢对你较好，
真正伊老爸对伊较好。扫罗王伊安怎怨妒大卫？因为一首诗歌，遮个人看见大卫刣赢遮个对敌，所以做一首诗讲哪？扫罗刣死偌济，1000，大卫刣死，敢若1000甲万安尼尔，心内就袂得啊，就一直要甲对杀要甲刣。你知影耶稣嘛捌用怨妒？或者是宗教的领袖，有很残忍抢阮的风头。伊行到底，哪有遐济人伫遐军队怨的？到最后，咱看伊遮个大祭司、遮个经学士、法利赛人，因食醋，因生气，因心内苦毒，因怨妒，所展现出来就是甲耶稣钉伫迄个十字架顶。其实伫圣经还有真侪，亲像以赛亚书14章，咱最近咧读以赛亚书，迄个路西佛即个路西弗，伊因为怨妒上帝人，你是安怎讲你较牛，所以就背叛上帝，所以去互上帝赶出天国。真侪拢是因为即个怨妒滴到人心中，来产生真侪即个邪恶，亲像拄仔讲的不中用，也是讲无好的。好参像一个消化甘油共款，迄个会通引起爆炸。所以箴言直接咧提醒咱做伙读来，心内安静是肉体的活命，怨妒是骨内的朽烂。所以你若讲怨妒，无小心若去灭伫咱内底目孔赤，你是安怎比我较好？你生了也无比我较缘投啊，对无？但是你为啥比我较好？所以伫遐怨妒界，安尼就递到互咱安怎身躯渐渐伫迄个中间伫朽烂。有诶地学家嘛咧讲，怨妒是骄傲诶查某囝，谋杀甲复仇诶作者。互咱看伊讲伫迄中间，哪像一步一步伫毒害咱诶心灵。即个毒害咱诶心灵了，就引起咱看圣经内底有真侪家庭诶问题，拢是因为安尼。同婿啊，也是讲即个兄弟姊妹安尼，面对遮个人生困境，作者伊面对伫伊人生困境，检查遮是咧讲遐疫情，有当时即个毒害，即个疫情就好亲像怨妒相款，亲像遐苦毒共款，伫影响你我诶心内咱做一个基督徒，也是讲咱来遮咧听道理，是有啥物款诶困难要帮助咱？遐个善男信女，因咧拜妈祖，到底因对妈祖诶认捌，摕准考证来，到底有法度啊无？今仔日咱倒转来到伫即段圣经内底，咱要安怎来思念上帝诶名，来了解上帝诶名。我毋知即本册恁买断了有咧看无，也是囥伫册柜仔遐，对册皮看到册心。有咧看无？拜三祈祷的，咱拢用即本伫遐咧操练，伫遐咧祈祷。作者伊用4个名，咱做来读来，踮伫四关的稳捌的所在的，迄个人要徛起伫全能的应论到耶和华，我要讲，伊是我得闪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挖靠的。诗篇的作者话70书译本讲伊是大笔的，有人讲毋是，是遮个献祭祭司，也是遮个雕像者。不管对一个，迄是伊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伊伫遐认捌伫即段的过程中，认捌上帝4个名。头一个是啥？至悬的。即个至悬的，就是咧强调讲，我甲即位上帝，即位上帝是伫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中间，每一个领域的中间，拢正做头一位。亲像咱邀请主来坐大位安尼。所以迄至悬的是咧讲，所有的军队遮你拢啊真清楚讲，即位至悬的，伊有伊所有的遮个权能，还佫有人民人。咱称做至悬的上帝的囝儿，咱应该要有迄个属灵的 DNA 啦，着种属灵的基因，
所以，亲像耶稣，我已经将迄个权柄互恁，所以恁应该爱有迄款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啊，耶稣看见人怜悯因，亲像羊无牧者，所以就怜悯，就甲照顾。所以，咱做信徒的，咱嘛应该需要有耶稣上帝迄款的怜悯人的眼光。这就是迄个志愿的会解说讲强调，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领域中间，正做首位、首位、头一位。第二个迄个专灵的，就是专灵，帮我按下。专灵的吼，就是亲像咧讲上帝你回到刚才那里吼，就是咧甲咱讲，这位专灵的，好亲像上帝咧甲亚伯拉罕启示啥物？甲亚伯拉罕启示，伊是希腊文讲 El Shaddai，El Shaddai 就是我是专灵的，无所不能，无一项你要准考证这个名单好，我互你智慧。所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根本嘛，对无？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上帝，所以有医治，会当亲像这医生咧行妈祖，到底是咧行啥物意思？是一个女巫术尔，因个医术比较悬呢，是毋是安尼？所以伫遮专灵的是咧讲，亚伯拉罕上帝甲讲，明年我要互你生一个囝。伊个生几岁？99。上帝讲我要应允你一个囝，敢有可能？因某伫半边内底偷笑，无生囝，无可能的代志嘛。但是这位上帝讲我是专灵的，我明年要互你一个应允，我要甲你甲你的后裔，你后代来立约哦。都无囝，你要甲我的后代立约。过来讲，我要互你成做多国之父，侪国家的老爸。这位专灵的，伊拍破人身体限制，迄咩事都无啊，迄表示讲无迄个生命的传承啊。但是咧，上帝讲我要互你。伊是迄个拍开生命管道，迄位是专灵的上帝。第三就是讲耶和华的意思是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讲，伊是自有应有啦。伊是创造的上帝，毋是被造的上帝。最后一个神 Elohim， 就是咧讲，我是创始者，是活命世界的开始，包括上帝创造的关联。创造天地万物，有光有暗，伊要将一切福气赏赐人。所以作者伊对这人捌讲，这位上帝是至悬的啊，是所有的优先顺序，伊是第一位的。所以伫遮咱有看，当你认捌了进一步，你就知影讲，毋通干那看别人的恩典，上帝要伫你的生命中间放真济。你无算过恩典伫你的心内，伫你的身上。我做爱即张图啦，我会去细汉，阮兜有即张图啊。毋知偌济人看过即张图，真OK。你有看到啥？看到两个软弱的囡仔，因行伫迄个检菜有破空的迄个小板桥，有天使伫遐咧保护。上帝差派伊的使者，伫因四周围伫遐安营杀济，伫遐来保护。所以，互咱知影讲，即位至悬的、即位专灵的、即位耶和华、即位神，伊安怎伫遮来赏赐伊的恩典，伫人的中间来保护。有当时咱毋知影，咱开车出去会当平安转来袂？所以，咱会做一个祈祷，上帝啊，保守我出入，拢会当得到平安。咱来看讲，即段的圣经是咧见证讲，上帝毋是稳重的，毋是迄个伫迄个13天地外，是互你会通伫遮感受活靠的。我想即段的日子，副村长也是真侪遮的，最近伫迄个开刀房出入的，也是伫迄个病痛的中间，有真侪人因的感受。
上帝安怎保护看顾伊，互伊伫迄中间有平静安稳。即个名所带来是啥物？咱来看吼。上帝是因遮应允讲，要伫灾厄中间赏赐伊有平安。虽然有一寡遮攻击，伫所有的道路你行，你出入中间，上帝要保守你所行的道路。你嘛要互你赢过伫即个恶势力，伫即个影响你的恶势力的时阵，黑暗的势力，伊要帮助你，互你赢过。这是伫个平安，伫伊所行的道路，伫迄个看袂到的迄个悬，所以伫灵界中间，伊拢要成做伊的帮助。另外，耶和华要应允保护敬听伊的人，啥物人？所以这真要紧，是牵涉到咱会通领受无？圣徒有听上帝啊无？你甲上帝关系，你有听伊啊无？你无认捌伊，你毋知影伊的名，你是要安怎伫遮来听？咱教育部还阁有册吼，你还阁会当买吼，这拢教会有补助吼。你若捌上帝的名，你当会通去求伊嘛？无你像遮个人安尼黑白求，要求一个文昌笔来求妈祖。那一般人的观念，爱求文昌帝君嘛，爱去迄个庙啊另外，因为因有即个无共的阶级啊，一般的人的观念。所以伫遮咱看，耶和华应允保护敬听伊的人，啥物呢？你是敬听伊的人嘛？你若是敬听伊的人，伊就会帮助你。你若知影伊的名的时候，你安怎伫遮来困求？最后一个就是，上帝要应允圣徒，当你若安尼做时，伊就要伫遮来提升你、高举你，要拯救你出迄个患难，互你甚至互你长岁寿。这是上帝对遮信靠伊人一个影响，一个应允。总是咱爱做是啥物？咱爱做是，你会去敲即个生命线无？你一个换命的线路，亲像咱拄着困境的时阵，要手术，要做啥物代志时，你会通一随时祈祷啊袂？非常的要紧哦。所以伫遮咱会看讲。咱做来读来，踮伫志愿的稳捌的所在的，迄人要徛起伫全能的应允。所以这是种长期你甲上帝会通伫遮有一个好的连结关系无？所以读圣经、祈祷是咱上基本甲上帝连线的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做伙来，伊求救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伫地，我要救伊，互伊尊贵。伫2012年的时阵，一个美国的查某囡仔到伫澳洲伫遐来留学。伫迄求学的中间，有一遍半暝到伫迄个青年的旅馆，半暝去，然后伫遐来住。所以，伊要去到伫迄个便所的时阵，因为可能毋是套房，所以去到外口的便所。迄青年旅馆就较无遐高级安尼。所以去便所的时阵，伊发觉有一个查甫人入去查某便所，然后徛伫迄个门外口。伫迄个将近2点钟的中间，伊的心真惊吓。迄个查甫人一直徛伫个外口，然后。故意开门，掠做伊讲伊是出去啊！一看，伊骹还阁踩伫外口，听到伊的呼吸声。然后过10分钟，伊就将所有的遮个水龙头遐个痟伊有液晶，甲迄个痟拢甲拍开，就是咧影响伊，互伊心阁较惊吓。将近2点钟的中间，伊就开始祈祷上帝啊，你救我！你帮助我，互我无惊吓，无互这查甫人对我不利，伤害我。所以伊手就换伫迄个门的中间，惊伊撞入来。伊真惊，总是这查甫人一直徛伫外口。到尾啊，伊听见边仔有一间门开开，伊一看，我这骹枕头有擦指甲花，有迄个指甲油，这伊知影是边仔有一个查某囡仔。所以伊赶紧就是弄喙，然后伊来求救
求伊协助，因两个怎走去即个柜台伫遐来报警。即个时阵，迄个查甫人已经走，因看监视器就讲，有一个查甫人。然后过一礼拜了后，警方有抓着即个。伫问的中间，勇士安怎你去甲伫迄个所在咧创啥？伊就坦白讲，然后伊要伫遐甲杀过身，伊感觉有一股力量是挡伫伊中间，互伊无法度来接近即个查某囡仔。遮个警察甲遮个人听无，总是知影，伊啥别听无，伊知影，因为伊咧祈祷的时阵，上帝来拯救伊，互伊会通抵挡伫即个歹。所以后来伊就真平安，无受到即查甫人伫遐来甲伤害。伊用即段圣经伫遐咧祈祷，咱做下读来，因为伊真疼我，我就要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伊求救我，我就应。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伫咧，我要救伊，互伊住。所以伫迄个祈祷的中间，伊知影安怎甲上帝连线。当伊求救的时阵，上帝安怎伫迄中间出手，互迄个查甫人杀袂开，无法度伫遐来伤害伊。伫即个见证的中间，咱有看见真侪遮个见证。当你渴求上帝的时阵，上帝安怎出手伫遐来帮助？咱是毋是会通孝念上帝的名？即本册阮咧读中间真好，对无共款的角度，作者用无共款上帝名专灵的，伊是拉法，伊是主，伊是无共款的迄个属性的中间。互咱知影讲，我安怎伫遐？原来这位上帝专灵是啥物？对一方面，对一方面，爱智慧敬畏上帝是智慧的根本。爱伊伫耶和华拉法的上帝，爱征战的时阵，伊是我的证据。真侪你若起来读，你就知影。所以你一定爱家己去读，去祈祷，你才通感受到。然后用伊的名来祈祷。用别人的名无效，就用伊的名，而且通伫作者哪像伫迄个面对瘟疫、面对着即个黑暗的即个关系，甚至敌人的攻击中间，你才会通脱离伫迄个歹。如果若用台北来讲，伊就是伫迄个中间，伊求救上帝，然后脱离扫罗的手，脱离伫遮非利士人的手，脱离伫遮的西遐个野兽的手。脱离伫迄个高利亚的手，咱要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要伫遮回应上帝。伊是你的保护吗？你有得到伊的恩典吗？你认捌伊偌济？咱用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的上帝的恩典的话。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专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无做情，通伫你面稳定到我耶。我要入来听候耶和华，亲像歌。但一个，你暗许称赞伊，真是你早是何乐意的主爱，因有你血我的救我，我的拯救，我的原来，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亲像歌米丹的歌，伊暗水称赞伊，真是伊早是何乐意的
求我的原来，你面前摆的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米蛋的鹅，你暗示。咱做来祈祷，无论是日时、伫暝时，拢看顾阮的主。你无拄眠，你无困去，你在听候阮对你的恳求，对你的懊恼。愿主帮助阮，保守阮的心命过，保守一切，无怨妒，无苦毒，无做这不中用的事来影响着阮的心性。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时时踮伫你全能的阴暗的下面，受到你的保护看顾，兼在拄当面对这危机困境时，你犹原亲像这个诗人所写的，你是阮的全能的保护的。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山寨。愿主所赐予阮所领受的存记伫阮的心内，会当伫生活中间不断的经历主你的同在、你的保护、甲你的祝福。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听透阮的爸上帝，你是真搁活的上帝，你的道理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魂甲神、骨节甲骨节，无毋刺入破开。心内这念头甲注意，也无毋监察。阮降服伫你来敬拜，阮的活命是主所定。主要用阮每一个属伫主的囝儿，主用奉献来互阮锻炼有疼人、疼教会的心。愿主大大使用，求主接纳阮所献上的时间、金钱、才能，甲主成的教会同工。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央做来礼拜的兄弟吼。
蔡素娥姊妹吼，伫咱中间，咱来欢迎吼，上来说，来，佫有其他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敬拜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后礼拜最日下昼12点半，要伫5.1教室召开信道手册修订小组第3次的会议。这有各部牧区委员会若要修订中庭的请恁会当伫4月22进前提案交伫主任干事。咱5月7日嘛要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若要报名洗礼，伫今仔日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的影音小组咧招募导演、音控同工，然后愿意服侍学习的咱会当伫1楼的公布栏伫遮来填写，也是陈如山长老来报名。有5月7日会举行。即个影音小组的演习会所以请同工也是你有要报名的即个兄弟会当做伙伫遮来参加。咱图书馆嘛征求即个同工来有兴趣的服侍来洪翠玲长老也是明文执事来登记。2021年的阿卡佩夏令营。咱伫7月初5到初10要伫教会来举行，已经开始招募遮青年人互因会当做伙伫遮来服侍遮儿童，然后遮意愿的，请咱会当伫遮来报名，来通扫描迄个 QR code 来上网络报名。咱第一组的歌疫情姊妹伫4月初7望主文调安佑主怀享年58岁即礼拜六要伫桃园殡仪馆10点入殓11点火化，下昼7点半要倒转教会做告别的礼拜，下晡4点伫天平山庄做安放的礼拜。拜四暗时伫咱的7楼要举行即个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咱愈无熟悉咱愈爱伫遮来关心来扶持即个家庭。青年牧区也举办即个太古的一个训练咱先来看即段影片。这由树林教会一个青年伊伫遐来教。5月15起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到9点，要伫用控音教室来进行。伫遮来报名，5月开始开放互其他的好，咱这是咱青年牧区所举办的，希望互即个国中生、国小生以后安尼来教会要伫遮来连接到伫青年牧区，所以咱为着这时间来祈祷。其他咱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今仔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伊要用伊的实果。你要美伫伊的实个，伊的诚实是大细的盾牌。诗篇91篇第40搁一遍，伊要用伊的实果你要美伫伊的实个，伊的诚实是大细的盾牌。诗篇91篇第40。请咱来吟献会的诗歌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请由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吟全首。愿
主因爱家己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做主你亲亲的爱恋。主因爱家己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做主你亲亲的安恋。家己我用主领他，亲像灯了我水。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应允，互阮会通觅伫你的十股下，因为你的同在，互阮会通行伫安稳的道路，因为你所赐的平安，互阮会脱离伫迄个行险的中间。愿救主耶稣基督，你对世人中国的大权能充满阮，互阮对永远、对未来有毋望。愿天父上帝用你听甲信息诚做大势盾牌来固守阮，互阮无受到伤害。由主圣神来感动阮，互阮想起主你的名，随时对你来求讨。阮就会通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阿免。咱下礼拜就到遮，愿上帝赐咱一天一礼拜拢充满上帝恩典，咱彼此来请安，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